南平晚中，前奏3拍，前舞4個8，階段4個8，跳4個方向，有一個 restart， 出完一次就喺3點跳28拍，喺6點 restart。ending 喺9點跳28拍，喺12點就係 ending。而家講前舞4個8，開右腳，右拼右踢右，踢左踢右，重做左拼左踢左，踢右踢左。嗱個手咧，我哋順落嘅時候可以彈指。第3個8，前2 3踢右。踢左，踢右，退2 3踢左，踢右，踢左，呢個就係前舞。我而家講第一段4個8，右拼前拎，左拼後拎，後前後前，轉隻手，右左右左。第3個8踏踢踏踢。轉2 3 4，第4個8，前後還前，前踏後踏。以上係4個8第一段。好啦，我哋咧第二次嘅翻嚟3點做28拍 restart。我哋喺3點做，右拼前拎，左拼後拎，後前後前，右左右左，踏踢。踏踢，轉2 3 4，前後還前，喺度就 restart 做㗎啦。好，而家做 ending， 喺9點鐘，右拼前拎，左拼後拎，後前後前，右左右左，踏踢踏踢，轉2 3 4，前後一弧喺12點。呢個就係 ending。